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新。立法院顶礼拜三读通过特别条例，这内面每人1万，互你钱，敢通换你免罢免，产值台电补助金正1000亿，敢会电价起磅万物拢起价。今仔日2位民代、2位专家斗阵来讨论。首先，小介咱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民主进步党的立委林楚茵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二位中国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金杰，平人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大家好。那么第四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，主持人各位大家好。那么首先，咱先来关心立法院通过的特别条例，若要联手通过，要互大家人发现金1万块，不过补助台电1000亿的部分是拢总抬去。民进党这边就批评，若要普发现金这波是要来挽救着，而且就主动就罢免。在那被联手之下，立法议会暂时通过空力新台票5450亿个特别条例，比政府原提版本加1350亿，按过排除报补台电的1000亿，增加普发现金每人1万。在野党看到了人民在过去这几年不仅税收被超征，而且在物价指数不断升高的情况之下，为了要去让人民的生活能够获得一些疏解，而且能够促进国内内需的经济活动，才提出了这样子的政策。民进党提议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将目标对准纳税，这笔破坏现金是为要救选情。花子孙的钱举债来救罢免，汐止区是当年民进党礼让黄国昌参选立委的选区，但是黄国昌在这里没有服务，搞得天怒人怨，最终他是真的差点被罢免掉的。所以汐止的乡亲对于罢免不适任的立委是有经验的。行政也提醒，目前台湾风台复发期才多开始，政府爱做更加充分的准备。若要压制破坏现金，会扩大国家财政负担，加上台电无得到报补，财务状况无好，电价审议委员会可能决议起电价，一定会对民生产业带来更加大的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其实咱看到这个新闻大，发现金乃无好，但是是不是这个钱是有合法？而且有些还会宪法。咱先来看这个三读通过，这特别条例内面是安怎来分的首先是这叫做支持产业以安定就业，这930亿，这是为着啥？为着传播第二，照顾民生这内面是写到不补台电1000亿未通过670亿，强化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。普发现金在后面写啥？新增啦，就是讲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，只是到了安全韧性而已，结果普发现金加偌济钱，大家会晓算未？2350亿，每一人一个1万块嘛我要先来请教这个委员因为你在现场这有害于宪法无？行政院不是家己提出来是立法院会当增加预算吗？都袂使啊！这要摕本钱大家拢足欢喜的啦。要摕到钱，大家嘛拢足欢喜的。问题是，这个钱爱合法才对嘛？就像讲这个不义之财，咱是袂使摕在咱地下内底，因为若是根据咱即摆宪法是讲，行政部门就是行政院，伊会使去编列预算，钱要安怎开，偌济预算，这是行政院提出来。来到阮立法院了，阮立法院就是要监督嘛，就是监督。你若是要监督，你就是讲，你这个钱要安怎用，你会使减啦，无就甲伊冻起来了，大概冻结啦。毋过即马变成是讲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他们要直接的增加预算。
这个完全是违反宪法第70条。啊，这是说来要安怎？啊，即马说来就是讲实在，我先，之前我先给大家报告，就是讲，即马咱政府的这寡钱要对倒来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你划一个家，你就是爱知影讲恁厝里有偌济钱嘛。即马在野党、国民党一直讲啥？伊就讲啊，我们有所谓的预算剩余，就是讲咱本来想讲咱厝里今年会使赚100块，结果咱编列预算内底赚120块，啊，不过问题这是超出预算的想象，不是真的赚到这么多的钱。因为我给大家报告，今嘛几月？今嘛才7月尔。啊，你爱看年底，你才知影今仔有春啊无春。嘿，对，你知年底唔知影今年有春啊无春，结果你今嘛就要加1000多万。我先给大家报告哦，预算你预计能够多收到钱，不表示国家就可以损益平衡。所以讲，即马行政院来讲，伊冇咧烧啊！你即马就要加这2350亿，这是无一定咱真正有这个钱的。啊，若无钱要安怎？因为立法院一定过啊，就是要编啊。那未来那真正年底无这个钱，啊，就是举债啊，就是去借啦，嘿啊，就是去借嘛。啊，举债就是什么？就是再留子孙啊。柯文哲最喜欢讲的财政纪律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，我给大家报告啦。这个钱就是爱开有，首先要先合法啊，不合法的时候，现在行政院当然希望，国民党回头是岸呐。啊，问题是26号就加罢免呐，即马就先本落啊啦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个钱，这个预算，委员，即马意思是讲，即马县主席就要分1万块吗？啊，县主席已经过啊，啊，因要求是10月爱来分，10月一定爱分出去，爱分好了。啊，问题就是安尼啊，即马就是先甲未来家己摕钱来开，就是安尼啊。因为我头拄咱讲过了嘛。咱行政会当去服伊呗。会使服伊，所以我才说今天还是希望在野党国民党回头是岸，服伊你卖反对，10天以来，行政院必须要依照程序是可以提出。哇，真麻烦呢！记唔记议员啊？虽然你无在立法院吼，如果你若新北市的议会，啊，你讨钱。啊，讨钱啊，而且佫袂当增加预算，恁议会嘛袂当增加预算嘛。当然，不过阮会当建议，阮会当建议。但是有亲像安尼讲三读通过安尼。无啦，伊即摆这是安尼吼，不管是行政院、立法院来主导吼，就讲特别预算吼，必须要先通过特别条例法律案，才会当编列预算，叫预算案吼，以后才当执行嘛。这咱委员真清楚嘛。吼，阮即摆是安尼讲啦吼，咱即摆讲咱拢有超收啦，吼。去年超收吼5000多亿嘛，吼，我5000多亿，但是这是去年的代志哦。去年超收啊，咱这钱这去年超收，咱今年唔该会当叮当啊。你去年到12月底吼超收遐侪钱，咱预算是安尼。我新北市比如讲吼，我嘛有超收啦。比如我预算讲吼，114年就是今年嘛吼，我预算是2300亿，结果来2400亿，我就加100亿入来。我这100亿唔是讲入来，你就当摕去用呢？你要先坑你国库，你要先坑你市库咧，我坑你咱的市库。吼，我厝哪起卡济，房屋济，地契税，即种阮地方税，阮厝起哪济，阮税金收哪济，我收哪济时阵，这100亿无经过阮议会通过是袂当叮当嘛。我拄则嘛有伫讲，哦，人迄个有一寡吼名嘴伫讲，啊，恁新北市嘛有超收啊，超收50亿啊，阮400人一个都分125块，係将分125块，这无符合嘛。中央是安怎？咱台积电，咱有真寡真济出口的厂商，赚真济钱，缴真济，包括咧股市，哇，这拢2万多点，每间拢超收的啊。议员，你讲到重点呢。那算讲是要用去年超收的钱，那么可能是一寡好野人有赚钱的人纳的税，啊摕出来互大家分，安尼伊心情敢会平衡啊？应当是安尼啦，我咧讲这毋是第一遍啦。马英九迄当初啊景气歹的时阵，有一个叫消费券，对，我过来我这个苏贞昌有3倍券，有5倍券，嘛补发6000块。啊，迄是为了 COVID-19 嘛？不，对，迄嘛在刺激消费嘛。21哦。我即嘛就讲啊，咱有加销售啊，分出来，我这甲大罢免无关系。唔像啊，今仔日阮国民党通过这个法律案人老百姓就甲票甲恁当无同意罢免，这甲迄是牵见来无关系。我说噶，这无关系啦。你牵见来你无关系。我所以讲唔免讲甲这较早阮真可怜呀。马英九第2遍连任，所以议员咱当然甲
甲选民讲，我互你1万块，但是你照常甲我罢免，袂要紧。无，这袂当安尼讲啦，对嘛？这吼，我嘛袂讲，我甲恁吼通过1万块，恁来干吼，当然就无，嘛袂使安尼讲，这叫违反选举罢免法。安尼啦，我要搁补充一个，就是讲，咱这邮电吼，上起就较早马英九吼，2012年一连任以后吼，我要甲你起邮电，结果去用牵鞋啊，马英九去用牵鞋啊，你了解我意思无？这若讲为了讲透支吼，目屎会七袂离啦，吼，这阮过去吼，阮为什么无支持台电补100亿？这是吼。这有较早历史的渊源啦。这拍咱小安再来问你等来讲。但我要先问蔡老师吼，蔡老师，第一，这有合于宪法无？吼，我先通过这个特别条例啊，所以有合于宪法啊，但是钱呢要安怎？老师？第一点啦吼，有合于宪法无？其实这参过去苏贞昌议长任内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，迄完全无共吼，因为迄时阵是。我会记是行政院是有提出这个需求，啊，看立法院有要同意无？但是这件事政府无行政院无这个需求，啊，立法院家己甲加入去，所以第一点就是像拄则林委员讲到，就讲这无合宪法。啊，第二点就咱像拄则林议员讲到，讲一般袂安尼来处理啦，吼，会当建议尔，你袂当去甲三读通过。第二点来讲，就讲这钱要安怎？其实伫即几天顶礼拜五通过即个特别预算案以后吼，有真侪人讲这是借流惊孙啦吼。啊，当然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出来讲，这无借流惊孙。理由是啥？理由是拄则头前2位专家嘛有讲到讲，哦，因为税收的即个调整啦。啊，税收的调整其实是我按算的，从我实际收到的。有重大的所在，就是讲我实际收到比我按算的继续多，啊，所以我较会有调整，所以调整参我去甲你加收钱，这是完全两件代志。唔是迄个意思。这咱伫节目内底已经讲过6件啦嘛，吼，今仔日我若讲即个月运气较好咧，对着统一发票2000块的奖金，我嘛是调整咧，因为我按算的参我实际。差2000块啊！我无按算，我会收到这2000块，结果我对奖对掉，这也是调整。所以这是毋是讲政府甲你加收钱？毋是。第二点，拄则议员讲了真好啊！即几档来，因为咱台积电发展也袂歹啊，咱整个的股市发展也袂歹啊，所以你较有遮济税收嘛。啊，有遮济税收是因为这交易量变济，因为这厂商的竞争力变强，所以伊较纳遮济税，纳遮济税。所以，伊较有调整，较会有即个实际数关于即个预算数的即个问题。所以，敢是人民加缴税给政府？毋是啊，敢是政府去甲人民加收钱？毋是啊。所以袂使讲还钱于民。所以就无还钱于民的问题嘛。所以若因为还钱于民，要来动用这条钱，这是完全就无合理的。第三点，咱来讲就讲，拄则咱伫即个电视内底，咱嘛有看到即个民众党即卖党主席有讲到，伊讲吼，因为这几年来经济毋是真好啦，吼啊，这个人民过了对，人民过了毋是真好，啊，这个物价咧碰撞安尼啦，所以因为物价碰撞，台电就安怎？台电就袂当乌白去甲电费甲起落起来，所以台电较会面对着了遮侪钱的问题嘛。第二点就是讲，因为我发正的钱了，我会当去刺激这个内需，拄则伫节目内底，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讲着。问题是你即马发现金，那真正市场真正整个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像你讲的遮尔歹，你发现金互伊会做啥物代志？欠起来了。当然欠起来啊！你发现金互我，你是发现金呢，你毋是发工呢，所以你发现金互我的钱，若毋是欠起来，就是讲，或者过了较无遐顺势的遮民众，哦，加有一条钱会当慢慢安尼消费，就加即个。帮助尔，其他无啥物帮助。老师你无讲，我才想起来，那继续那汇率吼，咱台币愈来愈强，我敢要开？欠咧啊！所以这对着经济完全无帮助嘛。啊，你这条钱要对对来，你这条钱要对对来，就印钞纸，你就爱去记者啊。啊，你这节目若增加送的来啦，咱伫遮现场即马有5个人，规个拢摕着1万块，这1万块尾啊送来啦。你若有生囡仔的人，就以后恁囡仔大汉开始咧纳税的时阵，伊来甲你纳啦，安尼有道理，无完全就无道理啊。要讲啊，这后代要来纳钱吼，
可能有的人感觉足远的啦。不过我要先请教李老师吼。第一，也是法律的问题，这到底有合于宪法无？是安怎拿别两党的立法委员家己咧做法律的专家、专门的专科的，啊，会来安尼用因的心态、心理，还是讲背后的这理由是啥物？即个吼，确实啦，你若讲到这个发现金1万块吼，这确实点有合法合宪无？这确实即马吼，大家上大的问题啦。因为即马大家拢知影嘛，立法院照理讲是无应该。加医生嘛，你讲你监督还是删除嘛？你详细讲去做这嘛？啊，即摆你提出要家己一个法条该去提出来的时阵，确实有即个法律上确实有争议，确实有争议。所以即摆来讲吼，行政院应该做的其实有两个方向，两条路嘛。第一个复议嘛，就是讲行政院长伊无同意。所以送登去立法院重新去考虑，去表决。第二点就是啥，释宪咯。啊，看伊要行倒一条路嘛。啊，去年咱的宪法法定就定去啊。啊，拄好真好笑，7月25，大法官的提名要投票。啊，即马就看，即马就变讲调野就要看，讲即马敢要互全部的大法官的提名。拢过，还是讲要互部分的人过，即嘛唔知影。因为你互部分过，所以老师，你提醒我这是一石两鸟哦。所以即嘛调也就达了咧，你甚至甲你倒掉的讲，啊，你要我过啊，我要我过。你讲这是攻防对啦，这确实啦。啊，你讲像拄到迄个民进党迄个立法委员迄个党团的总挑，伊咧讲嘛，伊讲这是为着在野党为着。7月26日，即个反对大罢免，啊，当然咯，啊，国民党无可能徛遐，互你弹石头，啊，你拢无爱欢迎啊，迄无可能嘛。但是嘛，袂当扣这个武器吧？所以这嘛毋是讲武器啦，这是讲本来这其实讲为国民党来讲，国民党真早就开始咧讲，吼，既然政府若超收，啊，当然嘛，应该试看卖讲会甲。还税于民嘛？不止即摆来讲，不止咱台湾咧做啊，美国嘛有咧讲啊，啊日本、韩国啊，即摆新加坡准备要放啊，伊嘛准备要发现金嘛。安尼老师退一万步来讲，你有先卖讲合法的合，即个合宪，你有赞成每一人1万块无？我是对我来讲啦，我是感觉讲啦。照你讲，你这发钱吼，是应该发有需要的人，像头个议员咧讲。所以咱即马来讲吼，若用个讲去设定迄个条件，譬如讲你的即个本来就是讲迄中低收入户，你应该加提较济一个。按呢，你的缴税，你到几个趴数以上，你唔免你无差这个钱嘛。趴数偌济以上的人唔免领嘛。啊，若有人讲我加减嘛？无啦，啊，加减伊其实差无迄个钱嘛，对无？所以你讲，无我有差，我刚才讲钱甲你钱讲我有差，因为这钱吼就是麻烦，你要付我哪有爱摕道理？这开始啦，哈，没有人嫌钱多嘛哈，这开始啦。你即摆来做一个民调，讲来咱一个摄影棚内底吼，咱一个人送一辆车子好了啦，好送1辆车，咱搭一台车。大家人拢嘛举手，问题是谁要出这个钱嘛？我不爱车，我要钱。好，你不爱车要钱？对我来讲，车无效，无效，钱较有用。啊，话咱摄影棚，咱讲咱发奖金嘛，大家拢发，啊，问题是发5000就好，卖1万呐，5000咱嘛感觉袂歹，对无？问题是谁要出这5000啊？啊，这换这价真麻烦的，但是吼，我就他都3、4位拢讲着，好，啊，你要发这个现金，啊，你但是你。台电补助1000个，你甲我散地呢？这吼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家己的观察是安尼啦。哈，那行政院吼，踮咧后摆，可能加1站嘛吼，伊应该会提出这个补助案啦。过来一摆，过来一届。啊，这届吼就看，啊，大家就看因免哪讲，因为我的观察是安尼啦，咱即摆这个行政院吼。真少甲咱的在野党咧参详咧沟通啦，
因就定定咧，我要做啥我就做啥。啊，问题即马在野党踮咧立法院是多数啊。啊，照你讲，你本来就爱甲在野党去。所以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替你小小解释一下，就是讲，即马气氛遮歹啊嘛，吼，你无爱找我无介意你啊。一定安尼啊。吼，啊，所以一切都等下7月26就对啊。7月26以后一定的啦，我家己的感觉是讲吼，这个补助吼，因为咱即马差不多9月，搁要这个经济部迄个电价，迄个委员会搁要开，委员会搁开始啊，伊搁要开会嘛，要决定讲10月要起也无爱起嘛，所以进前吼，加减啊一定搁会讨论着这个问题啦。啊，这摆都无啊，拿这什么呢？因都无暑假呢。系啊，阮就继续，你继续开会呢。啊，刷来审议委员会，我从来吼都感觉讲吼，咱对立法委员哦，照你讲，你问伊讲啊，暑假我有暑假，啊讲啊歹呢，咱做工人一年工会拢做啊，一年为1月1号做到12月31号，啊嘛共款啊。所以嘛毋是讲暑假无暑假，是讲开会时间，会议时间啊，甲和议员啊，甲立法委员。人伊嘛有选区啊，伊虽然不分区人，伊嘛有固守的所在啊，是不是？委员，迄审议委员会，他已经大家都讲了定价啊，吼，要互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，如果台电来起价，电价起起来，小等也许老师拢有当补充啊，电价若起起来，万物就碰撞，是，这个过去啊，恁是安怎来看待这个电价起价？即马电价讲实在就是安尼，阮当然是希望讲电价是稳定，吼啊电价唔通讲起落，因为这影响到的拢是万物皆涨啦。问题是安尼，即马台电伊就是面对着全世界原物料拢会起价，所以讲他现在是在苦撑呐。讲实在，一间公司你若是无趁钱，一直赔钱，一直赔钱，一直赔钱。我看一个数字讲，已经欠4500亿，是欠4500亿啊！今嘛就是一直他们就是在所谓负债的状况底下在营运呐。啊，你敢要可以倒去？这不可能嘛，对不？台电是咱国家唯一这个咱的8大这个工商团体嘛，拢呢要求说电力要稳定。所以讲我感觉这是安尼啦，就是讲9月如果电价审议委员会感觉讲真正台电撑不过去了，那一定会做必要的调节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其实我们希望这1000亿的补贴能够过关的原因。啊，这是这项吼，因为大家都想啊，反正你公家的啊，你就是数字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欠1亿，甲欠4500亿，同款意思啦，吼，啊，这数字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反正就欠的嘛，罔欠就好，啊，你就是卖起价，敢有可能完全无起价情形之下？台电的营运拢无影响吗？这无可能啊！你讲台电虽然讲伊是国营企业，毋过本身伊嘛是爱营运啊，这嘛影响到足侪咱台电的人伫迄内底食头路啊。像即届讲实在，你看到因为风台来，吼，咱台电的员工，我看到网络足侪，像迄台电的家人吼，讲因的爸爸也是妈妈出去吼台电维修5、6天再回来处理。那这些台电的营运第一线的这些加班费用，还有包括他们的整修，啊，还有未来这个那个电火条啊倒去倒2000外的电火条啊，你嘛爱卖讲啥？你先不要讲说原物料上涨，因为现在的电力的规则，你好玩的爱一笔钱啊呢，对不？啊，这个不是就是都应该要有预算嘛？所以我是感觉讲实在，虽然讲这是公家的，啊，唔过你嘛是国家的钱啊，你真正营运不下去，你还是会面临倒闭的。那安尼，议员你要有过无？啊，这讲这吼，如果哪你要有过？我讲啦，这吼咱大家这当专家啦，委员吼，甲咱这教授啊，我即马先咧讲啦吼，这间公司干脆就倒啦。啊，来讲，我若当初你话讲我倒啊，我经营吼，我开公司爱趁钱嘛，我即马后去人买5块，卖3块。全世界无这款公司吧？起来迄个广电公司起来要一刀5块，来我卖你10块就好。无，议员这我先回应，因为这恁讲的这个5块、3块、10块拢无，唔是安尼。其实吼，即马贵的吼，伊拢买互民间厂商啊。
台电其实是你过去吼，民进党的这个吼，对，我你讲完，啊，才好委员来回应。这吼，咱拢会当查有的啦。吼，马英九过去拢袂讲哦，这电价又互恁去自然去调整，伊袂去动，我互你去自然调整。安那袂恁公司家己去经营，伊也袂去家己插，总统也袂管这目的。即嘛毋是啊，因为咱即嘛吼，你个讲了去一个核能第四厂，伊即嘛无爱运，咱即嘛欠电，台积电要用电，即嘛无。我讲做哦，我风力你发电啦，吼，也是咱你著啥海上的吼，我渔电共生啊，有足济。吼，光电，别讲即摆下吼，新北市，阮到国小，即摆厝的电脑用迄个啥太阳能，吼，伫发电，即摆有真侪厂商，我即摆这厂商做这要创啥？伊来卖台电，我台电吼收的价钱较贵，我卖民间的较俗，因为民间咱政府有约束讲，你袂当，你一台当卖偌济尔，袂当乌袂起。我说伊吼较悬价买，较低卖。我说伊会了钱无？会了钱。我即摆就讲了钱，即摆就爱摕啊，咱的政府的预算来去甲补伊。吼，这个这就是了钱嘛。我说是安尼来，所以我嘛感觉讲吼，委员你会当吼，我等下讲的，你来甲指正吼。咱是讲，我无爱互这个补就啥，你爱吼反映啥市场的机能。我机能就是阮过去马英九这样去就叫人欠的啊。阮马英九做总统话，吼，迄阵做啊足力差的，吼，就做一个网啊，叫补鞋网啊，底下砸遐鞋啊无，迄就叫油电双涨。意外，所以你赞成？油甲电拢爱起价，毋是，我即摆毋是讲，咱即摆是讲，这个有市场的机制，吼，应该当安怎就爱恢复。我这莫讲用特别就无吼，即摆就爱摕政府的钱来补一空，乌人。所以你毋是讲支持起价遮简单，你是讲爱尊重市场的机制。对，咱市场若伫好吼。咱有四大基金，股票若无伫大人的时阵，油价共款，即摆随着对，那个市场的，那个以后电价嘛是安尼哦。本来你即摆是公司化嘛，吼，我你公司化，你要台电。安尼小等，互总经的这专家来讲看卖，我先互委员回应者。好，我先嘛。来回应就是讲，因为俄乌战争嘛，所以讲咱的原物料，包括咱的石油跟天然气上涨至少超过50%啦。所以讲这个价小若是起来，啊，台电你去讲进石油还是天然气，都是价小就变较贵嘛。啊，你变较贵了，其实咱的电价都没有涨的时候，伊本来就在贴钱啊。所以讲头刚议员讲，那台电你讲真正开钱就放互伊倒，无可能啦，这绝对无可能。你嘛唔甘嘛？你嘛无。讲实在，即摆咱伫咧电视顶安尼讲实在，咱这段话吼，去互截取了，我感觉议员你嘛感觉讲？唔是，我主要是比如讲公司啦，你若讲买贵买俗，这来倒啊，我唔是讲台电北个倒。是啦，好啦，好，所以有即句你有讲。嘿，你讲啊，讲实在，你若是讲因为吼战争啊，咱石油还是天然气。起50%，咱的电无可能起50%啦。咱起一度起几箍，咱几毛，咱就已经冻袂掉啊。所以你无可能随反应嘛。吼啊，这年2年外来，就是已经起啊，你钱拢已经纳出去啊。吼，咱买石油、买天然气的钱已经付出去啊。啊，所以唔知亏损这么多嘛。啊，所以就给他报回来啊。啊，若无。经营不下去，那就真的只能如议员所说，随着市场机制就只能涨价。我们不可能说涨就涨，所以涨了就回不来了啦。他都议员所讲，民间的这供电电，咱甲买个贵，啊，俗啊去卖，敢有这样代志？这绝对无这款的代志，这是数字在玩数字游戏啦。我讲实在啦，台电它就是有一个囤售的机制，电价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也没有说因为绿电就比较贵或是什么。这个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电价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囤售机制是一个有台电的价目表在里面。这政府要好好澄清者，我喺网络顶头看到足侪，我请蔡老师来讲看卖。其实这个绿电价小悬啊，台电去甲绿电买较贵，啊，即马来卖大家较俗的。这其实伫这个社会有真侪讨论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伫外国嘛拢相共啦就是讲今仔日啥哪伊会互你较贵的价小，因为一开始的时阵，这个市场也未生出来，所以伊爱互这厂商有迄个利润，因为伊无确定嘛，伊毋知影伊整会起来要，互伊有一定的利润，较互伊开始，互这个市场起来。但是当这个市场起来时阵，这价小就一定会降落来。就像像咱这个风电有啊，
咱风电过去毋是一度电拢标了真悬吗？尾啊，风电变成安怎？变成能源来竞标啊，就是安尼原因。第二点，我要讲就讲，对啊，议员讲到即个市场的机制吼，其实讲较坦白吼，你也要讲市场的机制。过去马英九前总统咧讲到市场的机制，其实市场伫即个能源的市场，台湾是无即个市场机制。想怎讲？因为咱咧讲的一般吼，咱标准的市场机制，就是讲即个市场要做竞争的。但是咱台湾的电也好，咱台湾的油也好，拢是一间，对啊，拢是一间两间的厂商，所以无啥物市场的经济。但是我感觉议员想要表达的应该是讲，你开一间公司，上无你袂当了钱。我莫甲你趁钱，你袂当了钱，啊！你袂当了钱的话，要怎做？就是你买偌济成本入来，你就卖偌济钱出去嘛。所以你今仔日买偌济天然气入来，买偌济即个煤炭入来，买偌济石油入来，你的成本偌济，你就用你的成本价来卖互咱的人民就好啊嘛。你若是安尼卖啊，台电甲面对遮大的亏损。啊，台电就真正有问题，但是目前即马毋是安尼的事实嘛，这是我感觉大家爱好好来澄清的。第二点就是讲，即马怎变讲对即个台电经营的问题去吼。我感觉咱有咱转来讲，即个预算安尼变到底对毋对吼？其实拄则即个李研究员有讲到，就是讲外国嘛拢咧分现金吼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外国分现金，伊毋是用要叫你。还税移民的方式来分现金，伊是感觉伊的，比如讲日本，哦，咱知影日本的首相因7月20要选举啊嘛，伊最近伊就是发即个2万块入票的即个现金嘛，啊，但是即个2万块的现金是毋是因为伊税收超征来的？毋是呢哦，那毋是的话，你袂当怎啊？甲头前怎啊截落掉来讲，后壁讲大家拢咧发现金，无毋对啊，较早拜登嘛咧发现金啊。但是，敢是像台湾即马安尼发现金，其实我感觉这是大家爱好好理解，袂当讲敢若看伫上尾发现金，就讲大家拢咧发现金。我相信新加坡的过去咱伫节目内底嘛已经讲过几件啦吼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，面对这个台电这个问题吼，咱会当看拄则主持人提出来的第一个这个影片内底。有讲到讲，原来行政院伊提出来，我会记得总金额是4100亿，即个特别预算。啊，尾啊，因为台电1000亿甲去掉，啊变2350亿，转来加入去。啊，即个立法院通过版本参行政院的草案，拄啊差伫民生2字啦。但是你若要讲就民生这2字来讲的话，其实那政府感觉讲。照顾即个民生，还是支持产业的部分，因为你是感觉讲咱的经济会变歹，所以你感觉需要一个人发1万块嘛。啊，但是政府若感觉讲咱支持产业安定就业，这个金额开一个930亿，啥你会分2350亿出来？这道理伫对？这其实爱大家讲个清楚啦。你会当讲，哦，你行政安尼分唔对哦，那会当930亿呢？爱较济，应该是9300亿啊。所以我需要发现金刷2350亿啊。啊是讲你会当讲，应该是5000亿啊。所以我上无要有1500亿以上啊。大家拢无讲哦。上重要是讲，今仔日咱若要讲即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话，咱爱想啥货？咱爱想讲。本来你会当互台电这1000亿，会当互伊甲好好啊继续去经营。本来是会当互这个产业，会当互伊稳定供电度过这个难关。但是这个钱若无伊，是毋是这个金额会甲压起来？若甲压起来，你敢若看到讲我要分2350亿，你拢无好啊去这个了解讲支持产业还是安定就业，看是安怎？我相信。立法委员还是议员咧走家己选区的是负责的选区的时阵，一定会去面对这个产业嘛。今仔日若产业甲你问讲，安那会讲你发现金发2350亿，啊，阮产业加就业较一个930亿，恁是安怎想的？恁是安怎讨论的？咱毋是讲咱来公开讨论吗？想到尾啊，拢是你讲的准拄说。就我要问地壳，咱地壳敢有讨论过？我因当阵吼讨论是讲吼。其实吼，对产业的补助爱加啦，爱增加啦。哈，对产业的补助爱增加。啊，那加这条现金的，这敢唔跟恁讨论过？这吼，阮迄当阵无讨论过，迄当阵是立法委员，迄当阵家己提出。啊，老师，如果呢，在你来看，支持产业甲安定就业，是应该930亿啊，尔吗？还是讲爱加较济？其实我爱加较济，我是感觉我爱加较济。啊，钱要对倒来。我之前有讲啊嘛，因为之前人韩国对因家己半导体产业支持的都差不多
新台币要差不多3000亿左右的补助啊。所以咱我对咱宣布全台湾的产业加930亿吼，其实无够啦，其实无够。毋过即马对，不管是咱调药来讲吼，即马就麻烦就是讲，因为即马就是挡着踮咧即个7月26的即个大罢免，即个投票，比如讲调药两边都无愿意做来。行政院嘛无愿意做，你讲来讲去就7月26，安尼咱下课免谈嘛。安尼无法度啊，因为即马大家都啥物代志拢空眼遐去啊。但是若就学理还是就道理来看，你认为这个930亿，如果若要塌起来，是毋是应该一个破坏现金？爱甲伊发拍拉件讲，我爱破坏现金，但是其实这个加较济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即个咱支持产业，这边的。金额吼，应该搁较济一个，应该搁较济。按你发现金来讲吼，你若讲要发现金，照你讲啦，你除了你若真想要发咯，照你讲你嘛应该发一半嘛，一人5000，抬一下。嘿，剩的加再搁半。比如讲你有领通告的人，袂使领1万。财富就对啊，财富条款。所以我会讲咯，所以我感觉，我家己的意见是感觉讲，你应该根据。你占的这个你的所得税，咱来做一个调整嘛。无一定讲大家拢分。我讲一句话啦，对郭台铭来讲，对咱迄个富邦国泰呢有钱人来讲，这1万块对伊来讲敢有效？无效啊！伊去领这1万块，这个中间伊趁愈济。所以国民党在这个要做这个特别条例，无甲恁智库有参详。无啊，这个我讲白者无啦，因这是因家己立法委员因家己提出的，因家己提出的意见啦。若是这个台电这散值1000亿，你是期以为不可，还是讲好那个散值恁就好甲恁驾驶，但是驾驶的是咱家己咧。无啦，你应该看嘛，踮咧这个投票前2天，迄当时阮党主席朱立文突然毋是有讲嘛。开始毋就讲嘛，调业拢大家拢讲，人拢退让一步，嘿，大家拢让嘛，国民党愿意交，你看嘛，咱甲这个强化国土安全韧性，7500亿个放入去啊，进前我嘛是动来，我嘛感觉讲，这个照你讲，甲这个因应什么关税吼，你意思是讲主席本队有想要让啦？对啊。那结果过来这个。到尾投票是啥？投票是立法委员，因党团到尾讨论。所以主席就根本就无向尊重咯。无应安尼讲啦，因为当初伊提出一个意见嘛。这个袂使安尼讲，对啦，伊这个无共款。我是问号啦。对啦，这是安尼讲啦。你讲，阮党团有党团运作，伊即摆因受到被罢免嘛。吼，我安尼讲啦吼，过去吼8年吼，蔡英文伊一党独大。伊想要安怎就要安怎。金议员，你毋是领导呢？你着讲你金结的话哦。无，我即摆是安尼讲啦，讲咱即摆都讲爱合商嘛，就是爱合商嘛。看过去王金平吼，迄当阵拢爱党团合商，即摆吼过去8年拢无咧合商呢。吼，就是讲我民进党独大啊，我你来举手啊。吼，咱委员但是主席就讲啊，讲大家退让一步啊呢。当然啦，吼，就是讲阮有想要让。吼，主席是讲无大家就来讲。毋过你看安尼，这回因这立法委员遭受到吼，我迄个平等的罢免呢，伊即马无差别的做一遍啦。因起码就完全嘛是。当阵到尾有讲来讲去，就变成是咱一开始讲的嘛。这钱要发1万，就是为着惊罢免啊。因为讲实在，阮顶礼拜5伫立法院吼，朱立伦伊提出来的可以让一步，毋过因迄阵党团的随有立委出来讲寸土不让，有无？因就开始拜5有开会，我知影拜5有开会嘛。寸土不让。系啊。当初讲一开始咧讲这个时候，其实吼伊无去讲，大家无注意到伊个条件啦，就讲吼，民进党对这个内面的有个所在，有个这个金额哦，有爱调整啦。对这个发现现金吼，伊唔爱让啦，就是讲国民党提出的。条件你嘛是要接受，无可能讲做国民党什么拢有条件的协商，对啊。国有条件的退让，
退一步，各退一步，吼，这有底线，就是讲咱有设一个条。那想要变安尼？不，我当然咱吼嘛要尊重咱立法院，吼，咱立法委员的自主啦、自主性啦，这就是爱尊重嘛。所以讲我就有爱讲吼，政策迄当中也是伫中常会有中常委员，吼，像我嘛中常会委员一份子，有人建议讲。啊，无安尼啦，甲赖清德讲啦，大家坐落来讲啦，吼，我来看会当安尼吼，这件代志会当甲平息。无你来招赖主席讲。啊，赖主席要招因来讲，因都无爱啊，因都对咧黄国昌讲，无要见面，对无？苏主席随着讲，伊是要国安干部，这甲无关系哦。是，啊，不过这嘛是会使。不，你想无见面3分钟，啊，这就免讲，但是我要请教委员，就是讲，好，啊，即马台电可能是搁送出来。补助啊，但是一切拢要等到7月26咯。是啊，这就变做讲，这种变做一种大家即摆实际上是咧煎熬，选举的气氛是起来啊。啊，煎到讲，我要互恁1万块，我无爱互恁1万块，变做安尼咧煎，安尼到底是对谁较有利啊？我是感觉讲吼，讲实在啦。台电这个问题是跟咱的民生是息息相关的啦，拢大家人拢有关系啦。所以讲你台电你这个补助还是补贴，其实伊都是有伊必要的所在。啊，即马上重要的是讲，行政院伊嘛想讲，咱即马是毋是爱先行第2步？是因为咱即马收到了行政院他会提出复议嘛？那这个复议的过程当中，会搁上登来立法院。啊，结果上登来立法院呢，因为10天以来，啊，今仔是14号啊嘛，啊，那10天拄好25号，25，啊，是毋是25都爱需要来处理？这就变成是伫个7月26进前，上尾后一届的立法院。25号佮要倒迄个大火瓜。嘿，啊，这个，所以就是说，立法院就讲爱过来合商。啊，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安尼啦，就是讲即马钱要对倒来，行政院若讲。咱就真正无钱，咱真正要来欠小嘛，借债吗？好啊，再留子孙吗？所以接下来的下一步其实是，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国民党这个已经画出来哦，你要即摆要叫国民党来退让，这可能民主袂当失哦。委员你也讲清楚啦，即摆咱是7月，即摆是7月，咱即摆现主席是7月，阮的预算吼，拢是你差不多8月底会送来阮议会，咱的政府嘛共款。你编预算的时阵，拢差不多6、7月就编落啊。吼，我伫年底审嘛，吼，咱下第2个会期，一年内面有2个会期吧，顶会期甲下会期。下会期拢审预算嘛，顶会期吼，伫6月底送出去，行政院吼爱整合各部会整合了好，送你立法院来审。所以讲，你像今年，咱今年114年，阮新北市编2200亿，啊，结果收2500亿。你知无？我这就是超收入啊！迄有当时是较歹按算啦。我所以讲，咱是即摆就讲加出来这部分，吼，我来建设，吼，咱这个行政院来普发1万块，是安尼啦。我毋是讲你讲爱记者，我都旧年就超收较济啊。像阮新北市嘛超收啊，我嘛甲好友讲啊。算到3月来，不一定要有春哦。不。迄无114年的哦，114年是旧年年底审的哦。我旧年年底甲结算，咱即摆爱审结算的。旧年已经海国际去啊嘛。我先互大家一个资料啦吼，因为我大家较无认同，所以我摕数字安尼较袂去颠打去吼。这个是头拄仔吼，议员讲的，税基剩余是8385亿，啊，毋过咱用这个。COVID 以后经济强化已经开启3800亿啊，剩4000万亿啊，因为咱买这个新式的战机，吼1500，吼嘛开启啊，吼啊，原本要编的是4100亿，啊，若是安尼减落来，剩335亿，这是税据剩余，就是今年的啦，吼啊，塞卡了，不，这袂使安尼讲。我先算了，啊，好啊，所以剩啊，问题是即马因为国民党过的是5450亿嘛，啊，你若是去。减4100亿，啊，搁爱加开1350亿。你若是1350亿去，即摆税据剩余就欠1050亿。这就是今年的算法。啊，头拄啊，议员的意思是讲，要建议今年来分。问题是114年度的总预算是其实顶年113，系啊。所以讲，即摆咱若要今年要发1万块，伊都是爱对税旧年的税据剩余嘛，唔是为着明年，今年咱7月、8月是要审115年的，就是明年的嘛。所以我则讲，
国民党一直在讲啊，有8000多亿，有8000多亿，无歹势。如果减掉4100亿，本来那是国民党无加分1万，是本来就剩335亿啊。啊，你即马那是今年10月要下限，一人分1万，都是套机啊，就是套。对。有人我介绍2位专家伫遮吼，2个啦，政府2条钱，一个叫做税入啦、税入啦，一个叫税出啦，对无？我税入今年我来讲哈，我旧年12月底时阵，我税入吼2200亿，吼，我若是2700亿，我要变2000，我爱去甲借100亿，爱去甲银行借钱来用，吼。我你若讲税出，吼，咱即摆咱税入有加嘛？你睇啊，税入若有加，这条钱当先摕去用无？袂使歹势。咱2位专家。当然啦，你即摆讲，我旧年审的预算哦，114年还袂到哦，即摆到7月尔，我若124年讲吼，114年新北市政府伊来讲变2200亿，结果22500亿，我加300亿，我就哪个开，摕去买武器会使无？歹势 ，no 不行，这袂当安尼啊！交落到每年吼，咱若议会讲啊，我有加收300亿，我有存啦，我这笔钱要哪用呢？你即摆你袂使讲，我即摆摕去遐开，摕去遐开。是啊，国民党即摆讲的是2条钱，因为专家伫咧遮，税据剩余是讲咱旧年有存的啦。啊，毋过即摆因即摆讲的，佫是另外一个，是预算超收，所以预算超收没有到8000亿哦，所以讲国民党即摆的是拢用这个，你知道，一个是虚拟存在的，可能会有结算。因为你若是要今年分，你就是爱旧年存的。啊，你若是讲你要单预算超收，爱单今年的年底，明年咱才有可能来，因为咱入来要出的，爱要交叉之后有剩，明年才能分。所以说，国民党基本上有诈骗的红线，就是讲，两个观念把它放在一起。对，赵老师。我感觉观众朋友听委员、参议员咧讲，可能会听怎会意。其实我要讲的观念真简单，就是若照拄则大家安尼讨论来讲，这安尼证明讲，所谓的这个反税移民根本是无存在，因为政府无去甲你加收钱，是因为你按算的，参你实际收入来，两个有这个差距，吼有重有可能欠，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两个金额会无共。第二点，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今年我若按算讲，我会赚100万，啊，我会支出99万，照委员照议员拄则的观念，啊，我若用今年加10万，头家赚钱讲加10万项我加出来这10万，就是啥？就是所谓的这个税收超征，安尼是不是代表我就是无欠钱啊？我凡是有一间房屋咧贷款1000万啊。我这10万会当提送啥？我负债咧哦。对啊，就是负债嘛，贷款嘛，所以我这10万我会想要先提还小嘛，对不？这是足简单的这个观念。爱信嘛。对，你爱信啊，所以你有钱的时阵，你想要无提去行销，行销会当做啥物代志？今仔人若看到讲你行税讲哦，你今年的欠销有减济哦，你这个个人的信用变好啊，所以你若去银行借钱，你的利率会变低哦。同款的意思，今仔日若咱苗栗县。伊的欠少变少啊，伊走去银行借钱，是毋是银行的利率会较少？因为你的信用变好啊嘛，对国家来讲嘛是相共嘛。整个国家的负债比率，是安怎咱大家拢会去比每一个国家的负债比率？因为负债比率若愈低，你这个国家的信用评等会愈悬啊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个钱你要发现金嘛无要紧，但是你要有这个必要性。你发现金发啊。你要发予这个产业的，要予就业的，较少较济，你才有法度继续踮遮讲。我就感觉讲，这对着咱未来子子孙孙，其实拢是真无公平的代志。李老师，咱即马到底国民党有咧暗算讲，咱的国债，因为财政部每年拢有编这个，拢有暗算讲，吼，今年若是有多余的这个国库啦，多的钱，安尼落去行债呢？照你讲是安尼对啦。因为你讲吼，你政府当然，你政府欠少愈少，你的信用愈好，你国债对你的评定嘛较好，较好的时阵，你不管你去做生意也是安怎，就像讲台电啊、中油要去买物件，要甲外国买原料时阵，嘛较拍抢嘛，吼，较就因为你的信用好嘛，你的信用好，人个较甲你做生意嘛，吼。所以这当然对于咱国家来讲是一个好代志啦，因为你若加趁钱，你的先去行销，这较好。因为你行销较济，
你政府的支出会后未来愈来愈少嘛。啊，如果若照安尼来算，啊，若台电，咱是要互伊行销，还是不爱互伊行销？规期就放互安尼。无啦，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。即马你讲台电即马亏损差不多4500亿嘛。系。所以照你讲吼，你其实互1000亿吼，其实嘛无够啦。其实嘛无够。啊，所以。我的主张是讲，你安尼规期吼，想办法吼，规期互台电较济一个啦，吼，互伊较济一个。因为吼，讲起来，咱台电其实嘛有足侪设备吼，其实即马嘛落伍啊，即马足侪设备嘛落伍啊。而且即马中南部即马爱做啥？即个电缆地下化，这拢是爱钱的啦。因为你无地下化，你看即个风台一来，迄个青台尔，风台一来，即个。电话条啊，规个拢倒去嘛。老师，你讲得真有理呢。大把面应该请你去。无啦，我无遐厉害，无遐厉害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啦，咱条要照你讲是爱好好啊看咱台电后摆吼，为即马开始不止保存即个亏损，搁爱看讲台电过未来几年，因爱需要啥物更新啥物设备，啥物啊，搁有点发展。但不过咱上重要是讲，咱即个。能源配比吼，开始要彻底检讨啊！能源配比降起来，彻底检讨。老师的意思是讲，这个错误能源政策的。因为你讲我对我来讲，你要赞成回零，你要赞成回零。我个人是爱，因为就错误能源咱先好讲。因为你看卖，大家拢看讲风电，大家因为我一讲吼，看风电，迄个有一个律师店的这个一个脸书贴文，伊讲伊称赞台风过去有台湾的风电是满载。我感觉安尼，你敢会希望讲台湾逐工来台风逐工来，风电逐工满载？第二，咱的风电可以倒位啊？西部海边啊，咱的敌人伫倒位啊？伫咱西边。因拍第一个就拍咱的风电，啊，咱的风电电网，唔规个拢倒去。无，我支持啊！咱吼一直甲插足台湾去个老师插我。啊，飞灵唔是共款，啊，伊飞弹嘛是来弹你啊。你看卖哦，俄罗斯即届去拍乌克兰3年外，伊唔敢去攻。啊，那照这个逻辑来讲，咱就发电厂呢，每一关子拢起一个，所以唔敢来。当然无可能啦，问题就是讲吼，对另个国家来讲，因无一个国家敢现在理性，我是真怀疑哦，老师。确实啦，嘿，我是感觉讲这个电的能源的政策啦，吼，咱会使来讨论。吼，问题是我感觉台电即马问题面对问题的亏损，其实你看从电价国际上面的电价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台湾就是因为我给予一个相对便宜的电价，所以才会亏损。并唔是讲因为咱足侪绿电，吼，也是讲咱足侪风电，所以讲咱袂趁钱，唔是嘛？是咱就是较俗嘛。你物件就是卖较俗，啊，你进的原物料就是较贵，啊，你卖你甲人买较贵，啊，卖较俗，啊，就是一定会亏钱。所以这个头拄咱讲的什么风电呐，还是光电呐，吼，这其实没有相关的。你若是用国外的介绍来看。法国啦，也是讲咱邻近的这日本啊、韩国，因的介绍，台电其实袂亏钱呐。所以委员，你终归尾，你有赞成台电电价爱某种程度爱起价？因为若是讲咱即马完全无要放回倒，咱就是要继续经营，那我们就是要反映原物料的成本，这个一定的对，只是说涨在什么样的限度，或者是涨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民生用电不涨。然后工业用电要涨，这样去做调整。议员呢，你有赞成起价无？能源政策要改变啦，吼！我就讲台湾是咱大家的，吼，唔是一某种一个政党的。我哋即下即错误政策要调整嘛。你即摆讲，吼，欧洲国家拢甲即个核能发电作为绿色的能源的发电安尼，咱嘛是讲啊，咱核市场讲了迄，咱啊大家来讨论嘛，咱在野党。召开一个国事会议，咱来讨论看嘛，这核事起遐济钱，起你3、4千亿，我相信好，咱开始来甲叮当。民进党唔肯就唔肯啊，因就是讲，因的先举牌啊，就是啥缓和嘛，
非核家园嘛。所以说我是感觉讲，大家吼，国家是咱大家爱讨论啦。啊，你电唔敢免起。关于着核能哦，甲电价即个结果吼，咱今仔唔是主题啦吼，但是我是问讲真简单，你有赞成台电起价无？我有讲。该起就起，该落落。咱后定定你看电视啊，油马在起，啊油马在落，咱有起有落，这就是市场机制。但是按你这波动，敢咱记载会掉吗？赵老师？我们议员可能唔是贡寮区的这个议员吼，所以开始讲何市长吼想讲，我都起来，哦，莫怪，看科好像要煞过无。我感觉讲这个大家拢讲，咱的能源政策是错误的，因为你的核能无发展起来。但是韩国的电厂因嘛是足侪核能的呢，韩国的电厂嘛是了钱了啊现的。大家若感觉讲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这个能源政策，你着甲错误能源政策所造成的这个台电的亏损，甲算出来，其他的部分你着甲补回去嘛，你袂当规个怎讲？